今個月咧，我就去咗5間唔同保險公司做兼職抽散。好似尋日咧就去咗一間盤，就一做樓有兩個伙計啦。點知咧兩個伙計都係屬於外判公司嘅，而朝頭早咧就三個伙計咧就有2個外判公司嘅員工。即係話呢行咧，其實保安呢行咧係嚴重人手不足，所以好多時咧就工作咧就會大把機會，只要你肯去做，就一定有機會俾大家。但我就見到一樣嘢咧，就好多時嗰啲保安公司去接盤時咧，好多時就盤接翻嚟，跟住唔夠人手，就去揾外判公司幫手，所以咧就好多時就出現一個盤2間3間保安公司去做，形成咧就好多時就呢個問題出現。咁相信呢樣嘢最主要點解會造成咁樣咧？第一就話人手唔夠啦，第二佢本身接盤翻嚟嘅時可能價錢問題，所以咧就夾硬撳低價錢而接翻嚟。但係咧，佢由嚟嗰啲公司咧就唔理嘅後果，究竟有冇人接咗翻嚟先慢慢搞其他人問題。所以其實保安呢行咧，如果唔一個好嘅系統去做咧，或者一個好嘅規則去做嘢咧，保安呢行咧其實越做只會越嚟越差，大家咧就會越嚟越辛苦，收入咧亦都會可能會越嚟越少咧。所以大家要真係唔可以用價錢去衡量。接翻個盤，一定要真係做到生意，真係揾到食先可以接盤咧。